咁多位，我係上海市嘅探長，而家嚟例行檢查。喂，唔准立亂帶武器上車㗎喎！你聽到未啊？有用嘅又唔同。曹卓堅，呢個係我向漢水鎮贖罪嘅唯一機會，你唔好阻住我。嚟，想走？嚟！將兵馬俑圖交出嚟。睇個樣好抽得喎，一齊頂佢啊！哇，勁啊，去撇啦！
painful?用力啊！你仲想走？走啊！死靚仔！上！哎呀！砸死你！哎呀！而家點啊？撞出去啦！砸死你！乜都唔做做賊，仲殺人放火添，下次唔好啊！Yes, OK， 算啦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か？大丈夫だい。じゃあ行こう。
你唔可以將張地圖帶走，因為呢張地圖係屬於我哋中國人，所以你唔可以帶走佢。この父は中国のものだ。お前らのものじゃない。返せ。こんなんでいいのかな？やめろ！離さぬか！何をする！俾唔俾？揾得少個揾得失噶。俾唔俾？地圖都喺你手上啦，你仲問佢俾唔俾嘅？佢如果唔肯俾我攞嘅話，咁我同啲差有咩分別啊？俾唔俾？係咯，俾唔俾？Go！ 你問佢攞咩啊？點解唔叫佢俾你嘅？呢張秦始皇兵馬俑圖，請你交翻俾中央政府。發達咯！程放天，本來就要拉你噶啦，不過見你今次立咗大功，算啦，我走啦。